係啊。咁咧就我又唔知 Raymond 唔知我哋兩個適唔適合講呢一個問題咧。嗱，即係先講啦。特朗普就話自己咧就喺即係對於即係話非法咁示威遊行嘅人咧，如果你學呢個學校裏邊有呢個情發生，佢就唔再津貼你啦。咁如果你係留學生咧，就遞解你出境；如果係美國嘅學生咧，就開除呢一個即係學校學籍嚇。咁即係嚴格嚟講咧，即係似乎就係唔係好中意大家咧，就係亂咁講嘢呵。咁以下個問題，你話我哋會唔會得罪咗唐人街啲人咧？即係我想問下，我幾時都係我覺得生於美國，好似頭先講特朗普嗰啲，佢係 freedom of speech。你可以好似特朗普話佢特朗普好 smart，佢講呢句係非法呢個遊行或者示威。係咯。點為之非法啫？如果我冇去即係靜坐啊，就算舉牌嗰啲唔係叫非法啫。講嘢任何都可以講，又唔係叫做非法啫。所以佢已經違反咗美國嘅憲法。一個學生尤其你知以前個越戰60年代嗰陣時係因為停戰，其實差唔多係學生反戰先至會停嘅啫嘛。所以我覺得有時講啲嘢咧，我一向都係我行我素，我亦唔會話咩嘢。我知啊。但係希望嗱，我而家講咧，譬如我頭先于主席講咗紐約中華公所個選舉啊、章程啊、個政策啦，咁我不妨又講講。因為我就係覺得咧，紐英倫中華公所每一屆咧都係好戲連場啊，即係好唔抵啦！上次輸咗半票。呢樣嘢就係。咁你講下，咁到底你選唔選啦？今年？而家仲係或者早得滯去，唔知啊！我而家仲未知。唔係，即係你又講下。真係啦，咁我譬如咁講一講啦，或者我發泄下。即係向大家發泄下中華公所、紐英倫中華公所嗰個章程。即係我唔代表個雙城記啊，唔代表我哋雙城直播室，因為我個人意見。OK， 咁我哋呢個紐英倫中華公所咧，佢有36個僑團，就44個董事代表。咁點解會有44個董事代表而有3個僑團咧？咁因為有5個僑團咧，佢嘅董事代表咧係多過一個嘅。咁31個僑團咧就係只係得一個，其餘嗰啲咧，其餘有31個僑團係一位董事代表，其餘嗰啲咧係多過2個或者3個或者4個。咁呢個董事代表咧，即係佢意味着並唔係話因為一個董事代表多咗，就係對個社區有多一份嘅貢獻，一啲都唔啱，只係多一份力量係投票啫。即係好似我哋一票。佢又俾咗2票，咁已經好唔公平嘅。呢個已經好似唔知900幾年落嚟到而家啦，40-50年啦，都係用緊呢個不公平嘅投票方式去選個主席出嚟。咁點會受大家嘅認同咧？係咪？而且咧又係，我可以用2個字嚟形容紐英倫中華公所嘅選舉嘅章程，係2個字，就係好卑劣。你唔好再咁樣講。係啊，我咁講。即係我咁講。其實咧就好多年前咧，佢就因為僑團嗰個人數多，咁佢票數多，即係當年係咁樣選啦嚇。咁亦都有4個僑團咧，就係成立嘅，即係由傳統開始成立到而家。佢嘅章程咧就係咁多年來都即係已經有20年冇改㗎啦。咁但係我喺我自己立場嚟講咧，我可能講完我下年都冇講過收。咁咧就我覺得最唔公平咧就係5個職員，1個主席，中文秘書、英文秘書、核數同埋財政，呢5條票其實應該唔要。嗱，因為有人提議過。嗱，係咪因為你已經代表咗，因為你係呢一個職員，所以俾人哋攞咗出嚟咧，就係選中咗啦嘛。係啦。選中咗，即使你已經係你嗰個會咪無形之中多咗票咯？係咪？如果你咁樣講嘅時候，你有3票嘅會，咁你就變咗4票啦。如果你有4票嗰個會，就已經5票啦，係咪？咁所以我覺得咧，就無論佢點樣改咧，咁可能係以前係人多啦咁樣，
咁所以咧就大家分嘅情況唔同。但係你呢5張票其實認真要考慮係咪應該要取消，即係我係咁樣講，好嘛？咁啊，我係非常希望能夠選舉民主，你選嗰個主席出嚟，佢係唔係真係選賢任能咧 ？I don't know。但係最低限度你嗰個 system 一定要公平，係咪啱先咧？如果呢個政策係好嘅，你嘅章程係好嘅咧，咁即係中華公所用咗好多錢去支持即係社區做慈善嘅事。但係我覺得與其用咗咁多錢，點解唔為日後嘅呢個財富啊做一個保障？其實應該用呢啲錢嚟做一個好啲嘅擺咯，咁樣就可以更加好啲。如果唔係，你係非牟利公司，你好大嘅財富經過10年20年之後都唔知，即係唔知會唔會係政府攞翻。因為我真係好希望中華公所能夠公平公正做好多有益社區嘅嘢啦。因為我自己我有贏過選舉，我亦輸過選舉，所以我有感而發，就係因為呢個選舉其實真係你夠票就得噶啦。你譬如呢埲牆高啲，你笨過呢邊牆，嗰邊牆咧就自然會贏噶啦，就係咁簡單。即係都好難咯，好難嘅，好難嘅。即係所以個章程章程係應該做得好啲，咁就按章辦事就可以啦。咁其實咁多年來，我嚟咗波士頓，即係我由關島嚟咗波士頓，即係離開嚟咗美國，即係差唔多30幾再40年。但係有26年就喺呢度。但係我寫咗好多文章，都有人中意，有人唔中意，即係好多人都話我都唔知點樣。咁算啦，因為每一個人都係自己嗰個咩個嗬，即係做人嘅原則㗎。大哥係咪？唔能夠真係讓令到每一個人開心嘅，自己問心無愧得啦。咁好啦，咁你黨協唔知有冇機會有人選你啦？唔緊要。咁 OK。我哋呢個話題又講完啦，我哋有仲有一個話題嘅，我哋想講嘅係咁我哋就睇下先，我哋就第3個話題嚇，我哋就開始第3個話題，好嗎？可以嚇，咁咧就我哋又講下咧，就係馬英九，因為馬英九咧，我喺馬英九嘅 Facebook 度睇到佢咧，佢咁樣講。佢睇到咧就好多媒體嘅報導啦，佢話美國要求台積電又去投資啦，包括先進嘅裝備啊、設施啊，頭先於大哥都講過啦。佢話即係台灣嘅人民咧就覺得佢呢個護國神山啊就被搬走。佢話呢一個咁重大嘅國家安全嘅危機，對呢個台灣嘅人民嘅信心同埋兩岸關係同埋未來台灣喺地緣政治上，係會唔會有好大嘅呢個負面嘅影響？咁亦都晶片咧，就係話喺2024年，咁晶片完咗之後，而家要加稅嘅時候咧，咁2024年咧，即係話按照台灣一樣係要加呢個農產品嗰個稅嘅。咁馬英九就話，佢話按照咧2024年咧，就美國農產品嗰個即係賺咗嘅錢咧，係8.87億美元啦，但係咧佢進口啊嘅出口係咁多，但係佢進口嗰度咧其實係38億，咁大家個比例裏邊咧就好唔平衡啊，相差好大，尤其是係嗰啲咁嘅即係養嗰啲豬牛羊嗰啲咧，咩黃豆啊、玉米、粟米啊之類嗰啲嘢啦。咁如果美國對外增加嘅係對等稅嘅話，台灣係咪應該據理力爭咁對美國進口呢個穀物？亦都要即係大家要傾下咧，係咪要傾下咁樣樣咧？或者要求農產品未豁免佢嗰個即係個稅嘅問題。咁喺過去開放萊豬啊，有論台灣係咪要食好多萊豬啊？咁呢次咁又加埋台積電呢個千萬投資，佢話對台灣對美國係咪已經冇咗佢嗰個即係去大家傾偈嘅籌碼或者點樣樣？咁於大哥，即係你又可唔可以解釋一下？即係馬英九呢個心情係點樣樣咯？馬英九講得都係好中肯嘅。最重要咧係由台灣嘅對美國嘅外交政策咧，不嬲都係希望美國幫手，希望美國救我，希望美國保護。喺台灣不嬲都冇講過。個台灣點樣重要法？我哋好重要，
以前有護國神山，而家冇晒啦。但係咧，而家台灣嘅地位咧都好重要啊。而家台灣對美國都係美國係台灣最大嘅出口國，除咗中國之外，係真係賺錢賺好多。但係你佢兩個關係好密切，但係台灣不嬲都唔講，都係美國求你幫手，美國麻煩你保護我。呢個方式咧，美國中意唔係有講其他嘅，我話民主國家等等。但係而家個特朗普咧唔聽呢啲嘢㗎。如果佢即刻冇佢好功利主義啫嘛。如果冇乜睇唔到，今日睇唔到咩好處，佢即刻唔睬你㗎，佢即刻整蠱你㗎。呢個係呢個特朗普啊。所以台灣又講清楚你點解重要，你點解對可以幫到你特朗普，呢個係最重要嘅事。唔好講乜嘢又民主國家，特朗普對民主國家冇乜興趣嘅，佢唔理你係咪民主國家，最重要你對美國有可以幫到乜嘢。咁而家關於呢個台積電咧，佢完全冇講條件，全部送去嗰度。所以呢個民進黨嘅呢個政府咧，內鬥內行啊，外鬥外行，話就話真係要唔知點講，真係唔知點講。我台灣嚟嘅真係真係唔知點樣講啦。咁我有個問題，我又唔係好明啦。即係嗱，咁啊，即係 Raymond 同埋于大哥，你哋都睇下點樣樣邊個講先，邊個講後啦嚇。佢就話2025年初咧，我哋聽到呢個中華民國咧出現咗大罷免潮。咁點解未做夠時間就罷免嘅咧？嗬，我又唔明啦。咁嗰個咁嘅柯建銘咧，點解個力量咁大咧？嗬，咁台灣好多人，佢係民進黨嘅總召啊嘛。係咯，咁你辛辛苦苦選咗啲人出嚟。咁國民黨而家喺台灣，咁到底仲有冇地位咧？呢個大罷免咧，我覺得就係，因為如果你記唔記得陳水扁當政嘅時候咧，佢都有接受過大罷免，因為朝小野大，佢變咗佢做乜嘢都係左手左腳，即係陳水扁，你記得佢陳水扁當時。我記得係唔知核3定核4啊，係核4好似。當時佢個行政院長係叫做唐飛係嘛？唐飛就係因為受唔住，即係嗰個朝野個力量太大啊，就呢個唐飛做唔到半年行政院長就辭職冇做啦。所以而家賴清德我諗咧，佢就唔想重蹈覆轍，做翻呢個陳水扁嗰陣時嗰個執政態度，所以佢就希望能夠執行罷免啊，可以從頭再選過啊咁樣啦。但係對民進黨嚟咧係一個大考驗嚟嘅，因為我覺得民進黨而家始終認為，即係或者我講錯，我認為錯。如果我錯嘅，或者你改，即係我覺得民進黨政府咧，佢始終認為即係藍白合嚟對抗佢啦嘛。加上中國大陸又周不時又擾機啊、軍艦啊嗰啲諸如此類。佢就咁嘅睇法就係，遲早咧，如果我咁樣落去咧，藍白合加上中國政府咁樣搞，即係咁樣繼續動作咧，民進黨遲早會玩完噶啦。因為過2年即係出年係嘛，出年就會中期選舉啦嘛。同埋過2年2028年就係總統選舉。我覺得中國大陸咧就係靜觀其變嘅，而家覺得係。如果民進黨2028年由賴清德繼續執政嘅咧，我覺得台灣咧就我諗戰火連天嘅啦，應該就。但係如果國民黨又即係重掌政權咧，咁嗰個政策就唔同噶咯。加上而家或者今年年尾就係國民黨嘅主席選舉好似係嘛，所以呢個主席選舉又好重要嘅。但係個罷免咧就係唔係話罷免1、2個，佢全部罷免。佢罷免嚟立法院長都罷免。立法委員啊，或者議員啊，市長啊，好多人全部，總之你係國民黨就罷免，或者你係民進黨佢就反罷免。咁呢啲嘢咧，所以就而家搞到台灣咧，而家係正式係社會騷動，
政局混亂，我又唔知佢點解可以真係希望能夠大家即係會坐埋傾下，大家罷免又好，反罷免又好咁樣啦。所以即係好亂啊，好亂。其實如果佢接唔接受，好似話又會投票，佢接唔接受公投係嘛？所以好多政策即係唔知啦，我真係好民主政府嘅混亂真係好大。我哋又唔係好明白台灣嗰個政策點啊？於大哥，你對呢個有咩好啲解釋俾大家了解？民進黨咧，你講佢嘅真嘅民主咧，真嘅民主佢又唔認同嘅。真嘅民主，如果你認同咧，你花園你係少數，咁啊有咩緊要啫？美國時常發生嘅嗰個總統啊，嗰個黨係國會入邊係少數黨，都時常發生嘅事啦。但係佢冇辦法容忍，佢一定要乜都係佢嘅。花園最高法院係佢嘅，行政啊係佢嘅，立法係佢嘅。呢個世界上冇咁樣嘅事啊！佢民進黨咧希望萬年執政啊，佢唔希望第二個黨出嚟，所以佢係台灣入邊自造的人，自己人佢好似 Raymond 剛剛講咗啦，佢個藍白唔係你嘅的人，藍白都係你個國民啫，係咪？都係你雖然唔同黨，但係佢都係選出嚟嘅。你點可以選出嚟？一年你都可以同佢罷免咧？呢個有咩道理咧？咪就係咯。個個都罷免，冇一個好嘅。咁選嚟做咩啊？或者40幾個國民黨個立法會員，唔係個個都好差啫嘛？你全部罷免，呢個係民進黨個身體唔正確。所以但係佢對個大陸個飛機飛嚟飛去啊，嗰個船啊行嚟行去，一啲辦法都冇。對美國有叫台積電投資，佢一啲辦法都冇。但係佢係台灣島入邊咧，佢好多辦法嘅，用乜都可以用得嘅。所以呢個黨咧，佢講佢係民主，我真係唔明㗎。佢個民主係咩民主？係民進黨嘅民主咧，又係中華民國國民嘅民主。呢兩件事咧，真係民主黨個民進黨最近嘅表現啊，真係失望。賴清德佢係少數總統嚟嘅，佢唔係多數總統嘅。但係你嘅大權都係你手中，你對立法院嘅個多數黨都唔尊重，呢個係咩民主咧？我都真係唔係民主嘅，民主嘅態度，民主嘅獨裁啊，民主嘅獨裁。但係對特朗普又唔敢出聲，係啊，一句聲都唔出，係啊，係好，搬去非常高興。好事咁即係好似即係我哋都好懷念咧，就係4小龍年代嘅台灣咯，嗰時大家即係都好互相合作啊，互相乜嘢。咁即係你哋兩位有咩意見咧？即係台灣有冇辦法就係話執政黨同埋民間咧，可以大家即係或者即係唔同嘅黨，大家可唔可以開心咁啊，開心見誠咁傾下，咁可以令到佢。即係話嗰個各樣嘅嘢可以重新有個新嘅走向咁樣咯。你哋有咩睇法咧？呢大哥你？我嗱冇乜機會，因為民進黨咧，佢上下一黨都大嘅，佢唔想第二個黨出現，所以咧佢追殺國民黨。國民黨就而家冇咩有時嗰啲對國民黨嘢都唔係睇有乜嘢。有咩特別嘅希望？但係咧，個民進黨對大反對黨嘅態度咧，係消除嗰個反對黨。呢個生態咧係真係唔係民主嘅生態。你睇下嗰個而家嗰個民眾黨嗰個柯醫生而家做咁耐，你調查啫嘛？你調查點解？你調查完點解唔俾佢出嚟咧？佢爸爸死咗都唔俾佢出嚟。係咯，即係呢個又呢個係咪民主嘅？孝雲先，呢樣都唔俾人。呢個冇人道咋，係都唔可以講民主啦，都冇人道都冇啊！佢爸爸都死咗，佢都唔俾佢出嚟。俾佢出嚟啊！你佢唔係有罪啊，又唔係判刑啊，佢係調查咧。你調查1個月2個月可以調查完咧，可以放佢出嚟啦，唔放。
所以啊賴清德驚佢出嚟同佢爭啫嘛。咁啊消滅嗰個民眾黨，咁國民黨啦30%永遠係少數，咁啊佢開心啦。呢個佢嘅全部嘅目的，罷免國民黨嘅立法會議員。我認為國民黨本身就要爭氣啊！我覺得國民黨又唔夠團結，又唔夠爭氣，同埋國民黨就係點樣？我形容佢就係成日睇嘅嘢好眼前嘅嘢，佢冇放眼4年後嘅規劃，應該要放眼4年後或者8年後嘅規劃，唔能夠話今日輸咗啦，就係喺度埋怨緊咩？你應該去處心積慮，佢可以再挽回一成咁啊！可以係啱啊！其實咧，國民黨而家係地方政府係大多數嘅，立法院又係大多數，但係國民黨反應嘅方式有啲唔妥嘅。係啊，佢仲以為佢自己仲係執政黨。係啊，我認為佢都冇辦法調整。我哋希望啦，台灣真正嘅兩黨政治，當然啦，我哋美國兩黨政治唔係100%滿意嘅，但係呢個兩黨政治咧都係啱嘅，係都唔似台灣即刻罷免，都冇咁樣嘅事。台灣我覺得好多真係宣稱係民主，但係好多嘢好多佢嘅政策啊，同埋後續嗰啲嘢咧都係非常獨裁嘅，我覺得我真係即係點講咧？咁但係我又睇過張亞中咧，佢講過嘅一個演講，但係其中有一句佢就話政治人物咧就有3種，就分別咧就係政治家啦、政客啦，同埋政治動物啊。政治動物，咁佢話政治家咧就為蒼生嘅啫，為大家好。佢話政客咧就為咗自己。咁至於政治動物咧，就係唔需要有咩都唔需要嘅，佢睇嘅嘢即係3尺之內嘅啫。咁咧就係話，跟住嗰個主人個手勢咧，就繼續嚟到即係自己去點樣做嘅啫，所以自己唔需要有咩思考。咁個即係跟住人哋嘅意見咁嚟做咁樣咯，咁所以講起上嚟又係咁樣咪做咗好多啲損人不利己嘅嘢。認同。咁我哋今日就講到呢度為止，咁我哋下一次就再講另外嘅話題啦。OK， 好，OK， 拜拜。OK， 拜拜，朱大哥。拜拜。下次見。下次見。